亲像一丛树，在你溪水边。是，老师，你敢会知这条歌？观亲众朋友，像四嘿，片地边啊，是，我会记我细汉的时吼，做爱这条歌的呢。这个咱想是第一个台湾的福音，福音广播节目，诗歌团唱的嗯，歌。今仔日为虾米我要穿特别穿这个中国什么衫啊吼？因为我要来去中国传福音啊！伊看我的后壁，这是我昨坐飞行机吼，昨为罗马对无？罗马嗯，为遐嗯，转来吼，本来是8点外飞机 AM 哦，结果等到11点、12点才飞，等足久诶。行向等袂赴转来录影，今仔嘛是录影哦，因为即阵我搁伫飞机顶悬，因为即阵伫飞机是伫台湾啊吼，所以观众朋友，你若有啥物话会当留落来吼，嘛是我伫边啊，可能袂当伫边啊，因为即阵我伫飞机顶悬吼。啊，老师诶后壁嘛是一个飞机，哦，老师这是越南战争的时候，最后一只军机是对西贡要吼，得走，迄个嘿。工作，哦，安尼就是咱今仔为虾米要讲到这震惊啊？怎咱来记咧前两工有人知影无？微乱大乱，结果全部诶飞行机拢乱七八糟对无？真工啊！阮着做烦恼讲啊，阮昨昏嘛会当转来无？因为全球哦，迄个航班全部拢袂当用电脑，全部拢爱用手。所以做乱诶安尼吼。啊，咱今仔要来讲诶即个人，伊是咱即文讲诶，佮活咧一个宣教师哦，真正足厉害诶。因为伊为着中国人放弃足侪物件吼，毋单是爱情尔吼，但是伊敢若摕一个咱讲诶，咱有看着即个图对无？一支喇叭，摕一支喇叭就来到台湾啊吼。嗯要来看觅啊，有人知影，应该足侪人有熟悉伊啦吼。嗯，因为细汉诶时，足侪伊诶节目，英文节目，哦，即个叫做就是彭蒙慧，你《屏讲话叫门做彭蒙慧博士吼。会博士》伊伫1926年出世伫美国诶华盛顿吼，伊个西雅图啊，伊伫西雅图出世。因为迄阵中国有一个牧师，中国人啊，去伫西雅图报道，啊，伊就伫遐呼吁讲有啥物人要去迄个足偏僻诶中国，因为中国迄阵足少人传福音，啊，伊伫遐讲有啥物人要去。啊，彭蒙慧呢，伊就举手讲伊要去，伊迄阵才12岁尔定，哦，讲伊要去中国传福音，后来伊有机会有一个奖学金讲伫纽约大学有一哦个奖学金要叫伊读音乐系，哦，伊会当分喇叭对无？就是做伊就甲因老爸相像，因老爸就讲，你有答应啥物代志，就爱做哦。因为伊有答应讲，伊要去中国传福音。讲若安尼，你有答应人诶代志，就爱家做，袂使讲袂出。伊就放弃去读音乐，伊就从去。伫主受远东诶研究，伊就要来中国就对啦。是毕业以后，就对西雅图坐6礼拜诶船，哦，好好，到上海。当然，伊毋是直接就到上海，当然还佫去香港下回啦，迄个货船啦。最后来到上海，毋过来到上海时，拄着中国咧战争内战。有共产党甲国民党咧相战迄阵真危险，找伙着甲就叫逃往迄个
迄个内底，就是讲像伫重庆啦，还是讲四川成都啦，安尼较安全就对啊。爱去诶是，你看讲无法度，讲共产党佫已经到啊，着佫走，最后走去到甘肃诶兰州，走去到边疆啦，去到外口啊，到兰州讲佫来啊，因佫来啦，迄个小镇诶庆声已经拍到，所以因最后一班飞机就对兰州要坐飞机走去香港。伊咧倒走诶时候，听讲足危险，讲伊拢袂当摕伊诶物件，伊敢若会当摕着伊手机喇叭，着倒走。我迄阵咧上班我迄阵伫亚洲航空公司上班诶时，有一个同事，因为是调去越南，迄阵美军拄甲越南遐参与越南诶战争，伊调去遐修理飞机，到西港嘛后来是改名叫做胡志明市伊伫西港讲伫飞机场，伊伫飞机场，伊宿舍伫飞机场诶边啊。讲到要疏开诶是讲，讲走，无走就无机会，所以因着对上班诶所在，着赶紧走去飞机顶。毋过伊所有诶物件，想要转去伊诶宿舍摕诶物件，拢无机会啊。所以就冲去飞机顶，飞机就飞走，飞走以后，无上飞机诶人就留伫遐，就拢无效啊。遐人安怎就毋知。彭文惠伊对兰州走诶时也是共款，伊到香港诶时，听讲伫遐援助伊帮载伊去飞机场坐飞机诶遐诶中国人，拢互枪支弹死。因为因飞机起飞就枪支开始弹。哎呦！所以是讲足危险，就讲咧战争诶时阵咧逃走迄个经验，是有经验诶人较知影迄款诶经验，因为拼命，因为你拼无成，就是无命安尼咧走。真足恐怖诶吼！而且你看伊为着要来遮，已经坐6礼拜对无？我昨昏伫机场坐6点钟，我着感觉足艰苦诶吼。伊是坐6礼拜诶船来到遮，而且战争伊佫无转去因美国诶。照你讲拢会，逐个拢讲战争较紧去换一个国籍对无？较紧走去别国安尼上。去到香港，人着建议讲，足侪人拢去台湾，是毋是有哪去台湾？着走来台湾，所以就来伫台湾。所以伊真正是上帝甲伊后来伊来台湾以后，你看，伊随着飞机就开始调查台湾诶教会，伊知影台湾诶西边教会有真济啊。毋过东边无教会，真少啦，所以伊就选择要花莲做伊服侍诶所在。伊就去花莲诶太雅厝，伫遐学因诶话，就种入乡随俗就学因诶。因暗时要困，就困地板，还是讲困房无困碰床，嘛无困榻榻米，就是讲甲因诶生活拢共款，伫遐呢，就组入合唱团诶囡仔，就甲伊做伙来，甲因唱歌，伊佫伫玉山神学院教册啦，伊佫入去迄个部落内底服侍。这是伊伫花莲诶时就开始第一个福音广播节目。伊讲伊伫福音广播诶时阵伊诶就是讲伊诶配搭诶人有时拢会迟到，迄个时间线拢袂准。然后8点要开始广播啦，因拢8点几分才要到，就拢延时间，所以后来伊就用1000块还是700块。总是用少诶钱爱买一台录音机，就甲因诶节目先录音录好，录好以后时间到，伊就骑脚踏车去广播诶所在，就甲伊放送广播电台就吹，讲安尼真方便，所以就变成伊做第一个福音诶节目是安尼来。伫遐8年
8冬以后吼，就搬来伫台中，因为听讲台中要做台湾的中心，广播的中心。后来讲毋是，是伫台北，伊个对台中个搬去台北。好。去台北以后，就开始拄啊，迄阵拄啊电视开始咧筹备，也未台湾也未有电视啦，拢也未有，咧筹备尔。到1962年，电视咧开始有黑白节目，毋过黑白节目迄阵敢若伫台北有，剩诶逐个城市拢抑个无。到南部像阮伫南部要看台电视，爱伫1965年以后，爱伫第一个节目诶时就开始做，做接受广播电台，然后请来录空中诶英语诶教室。对哦，这是我细汉诶时一定爱读诶一个杂志，搞即本我搁做爱读诶，有啥物大家说英语，迄个空中英语教室个。后来佫有彭蒙惠英语，听讲有创作真侪一款无共款诶做法诶节目，所以伫遐到着几百万人诶人来读英文，所以若有读过英文诶，差不多拢捌哩。对哦，我拢共介绍伊爱看伊诶节目，简单佫做趣味诶呢。伊个是音乐家吼，所以伊就做第一个福音的电视节目叫《天韵歌声》。这个《天韵歌声》是所有台湾第一个广播的节目，也是福音的节目，拢是第一个啦。拢是第一个。毋过伊要制作的是，听讲有一个困难，讲电台讲爱交1000块才会使，伊都无1000块，伊的薪水一个月甲敢若120块尔，100几块，交1000块伊都无。后来咱就有一个学生的就是伊就去美国，去美国募款，有一个学生的愿意来做这个工作，伊就奉献1000块来交迄个电视台的钱，就安尼继续。后来这个天韵歌声这个团体成立以后，伊捌到全世界36个国家去举办音乐唱歌，互人听。是，对哦。所以咱拄则头起先唱的迄条，就是对无？先唱即张秋，这是因的歌着爱传福音，就是安尼开始。一直，当然伊唱歌内底是有因团员的见证，佮有讲一寡圣经的道理，就是安尼来开始因的节目。是，所以伊定敢若摕一支喇叭吼，你安知影？因为阮为着要摕一个小提琴，昨讲要派去个飞行机哦，因为阮坐是欧洲遮个迄个廉价航空，所以伊超过55公分，袂当去飞机呢。即个喇叭大好，无超过，会当摕咧走，做好诶。无吼，你若摕轻诶、轻诶吼，爱为伊买一个位对无？就是偏孟非吼，伊伫咱做要走去香港诶时候，伊毋是咧走路嘛，物件拢袂当摕，伊就是干若摕迄支喇叭。迄支喇叭伊得对伊到一世人。对，你看伊这应该是80几岁啊。即阵伊80几岁，对，伊即阵是安尼，目前伊是98岁。是今年已经98岁啊，佮继续咧传。这做有气力，因为要分喇叭诶人，伊诶即个肺活量怎讲？爱做好诶。单电啊，讲单电爱有力啊。单电爱有力，真正。你看伊咧分诶是伊诶目神吼，我拄仔看即个相片，感觉足感动诶，就是伊一生吼，就是为着要传扬上帝诶福音，所以干若摕一个喇叭嘛袂要紧，放弃。拄仔讲放弃爱情，有人甲伊求婚对无？对，咱来讲一个问题啊，就讲伊伫28岁时阵有一届机会
差不多要结婚啦。哦因为28岁伫台湾迄阵有棉袄嘛，有棉袄，华联了有棉袄，伊就捌棉袄的医生啊，迄是美国来的医生，迄个美国来的医生，伊就因为派去伫南庙的所在爱一冬，伊有甲伊约定，甲彭文惠约定讲一冬后伊要搁倒转来台湾，然后要甲彭文惠来结婚，结婚以后两个人通带倒转去美国，迄是因的未来，因的爱情的未来的计划。毋过一冬后，迄个医生真正转来台湾，就甲求婚，就讲好，咱来。结婚以后，倒转去美国，伊就开始咧想啊，讲我离开，我的工课有啥物人来代替？伊咧想啦，讲谁会当代替？想无人，伊做工课无人能代替。伊咧个英文的教授伫广播电台，即款工课无人会当代替。所以讲安尼伊放弃，伊就从来无答应因男朋友的求婚。就安尼留落来，后来伊阁有3、4届机会，拢会当拄着伊的爱情，毋过拢共款的理由，伊的工课无人会当代替，所以伊就继续留落来伫台湾，一直拍拼到今仔日。真正无简单吼，因为是生了水水，足侪人想要他们结婚的对无吼，足拍拼个，但是伊选择。上帝爱情，所以伊最后你看，伊等于西雅图的时阵因为市政府伫2014年宣布讲4月初2，叫做彭文惠日啊，纪念伊的日子，因为迄日伊转去，因为伊伫台湾，就是讲伫中国人伫台湾的贡献真正是大。伊伫遮传福音、教英文，2300人，全部人的英文老师。2300万人吧，但是2300万人的英文老师。足侪人咧听，那对台湾去留学美国的，逐个人拢是听伊的节目。是，我嘛是会晓英文较去的。真正吼，我搁第一摆知影有一个日吼，为伊设一个日安尼。彭文惠日，搁有台湾旧年是蔡总统小英总统伊是甲伊做翕相，伊互伊一本台湾的护照，台湾护照。对啊，旧年讲伊摕着即本即本护照，伊足欢喜的吼。我个感觉讲。真无简单，因为伊是美国人，伊有美国的护照，人在人拢要去美国生囝对无？为着要摕美国的护照，但是伊是为着要摕着台湾的护照。所以有台湾的护照，正港的台湾人。真正无简单，嘛足欢喜的，逐个拢摕足欢喜足侪当摕着台湾的护照，那才歹客安尼。第一摆知影吼，所以伊阁有一本册吼，是人甲伊帮伊写的对无？但是伊讲的，伊家己讲啦，一个李文如经理来写的一本册，听是一生的坚持伊的坚持真正久。伊伫台湾是2300万人的英文老师，伊是对西雅图来的英文老师，伊也是宣教师，宣布上帝的听。来到台湾伊坚持半世纪，就讲坚持70冬啦。是。对12岁决心来，21岁来中国，到今仔日70冬，今年是98岁，伊拢无放弃。无因为别项代志来耽误伊的工课。这是咱讲宣教师来伫台湾上久的吼，而且搁咧坚持的听讲伊即本搁有为着即个一个囡仔来做一本律师说，较简单的较简单的囡仔的教材。
伊咧帮助迄个较偏乡诶囡仔，会当真快乐来学英文。所以伊有一句话做名，伊得甲人讲，咱爱 keep on，keep keep on， on，keep on，继续来打拼。伊98岁还阁甲人讲 keep on， 做伙来打拼。真诶呢，观众朋友，你几岁啊？写落来互阮知影者，爱记甲家己饲一个赞哦，因为逐个人拢还未98对无？佮有足济诶机会会当来做上帝要你做诶代志吼，所以咱会讲着圣经有一句话，圣经哥林足济人多前书结婚诶13章时会讲诶嘿。结婚诶时，大部分拢会读7节拢会啦。读即节。仁爱是够宽容、慈悲，仁爱是无怨妒，仁爱无夸口，无偏捧。偏捧就是讲无骄傲啦。偏捧，偏捧无骄傲。偏捧就是骄傲诶意思啦。讲无偏捧诶台湾话哦，其实古早人定定咧讲，偏捧就讲足够偏你家己足够吼，偏捧啊，家己捧足悬诶吼，偏捧迄个字。捧风诶意思啦，就等于咱咧讲捧风，也是讲足骄傲啊，迄款无偏捧，啊无夸口吼，啊无怨妒，别人比你较好，莫怨妒，甲伊祝福就好啦。真诶，个是宽容、慈悲，会当帮助别人去做更较好诶人，对无？就是咱诶使命，讲咱基督徒，上帝爱咱做吼。你看伊遮尔济节目，佮有即个为广播节目开始对无？伊得做到电视，即个即文佮做到足济吼，毋知影已经。台湾拢是第一个吼，迄阵广播电台伊嘛开始做广播诶节目吼。啊，台湾还未有电视，伊就咧广播啊。后来台湾都有电视，伊做电视诶广播。是，好，观众朋友，你有愿意为着什么代志来放弃什么代志诶？放弃爱情？坚持一生。坚持一生诶无？你会当写落来甲阮分享哦，互阮知影。我愿意上帝当祝福你，今仔日嘛多谢老师，互阮讲即个老师吼，即个老师其实我做爱伊诶，我感觉伊诶一生吼，真正是咱学习诶上好诶一个对象对无吼？好，所以后礼拜一个 AM 台湾8:10，泰国7:10，澳洲2:10，佮继续来讲故事，祝福大家平安，记你是一个赞，来传福音，就是讲甲人讲即个好消息吼，因为爱有足济哦，坚持一生，无爱情，佮会当有足济。足济疼，对无？会当活了做好诶人生吼，所以毋通放弃安尼，keep on，好，安尼平安，多谢老师。平安。